今天很高兴可以来到北埔，在我身后的呢是北埔历史悠久的信仰中心北埔慈天宫。听说北埔有很多好吃又好玩的东西哦，我们就去看看吧。后，我们找了一间装潢看起来复古而优雅的茶房，更非常幸运地遇到该店的老板彭先生。我们也才知道，原来这间天水茶房有着非常特别的故事。彭老板说，天水茶房的建筑本身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。10几年前承租下来的时候，屋顶会漏水，雨从天上来，所以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水，因此就直接取名叫做天水茶房。彭老板说自己是北埔客家人，本来是从事室内设计工作，工作的范围多在台北新竹一带，1个月回家的时间大多只有1、2天。身为客家人的他却不熟知自己的家乡文化，觉得有些惭愧。再加上一次在工作上遇到的瓶颈，却意外在家乡找回灵感，于是就将工作室移回北埔。凭着自己对家乡的热爱以及对客家人这个身份的认同，他选择在北埔开了天水茶房，借由自己所学的室内设计，将老建筑好好整修一番，就成为我们现在看到充满古色古香的老式建筑。进到店内坐下来之后，我们也可以发现墙上挂了许多北埔当地古迹的照片，询问之下才了解到，这也是老板的用心。叙述都是我们北埔这边的古迹。那北埔乡这个地方可以说是目前全台湾古迹，我们客家聚落当中古迹最多的一个乡镇。我们背后这些海报里面做简单的详述，文字的叙述跟相片。所以呢，最主要是让客人来到我们店里面，能够用最快的速度，能够了解到我们北埔一些不一样的，我们讲的古迹跟它背后的历史。今天很高兴可以来到我们北埔老街的天水茶房，然后享受了这么多客家点心之外呢，还有我们的擂茶，然后又知道了我们这么多北埔的历史小故事。那下一次呢，如果有空的话，不妨也带着亲朋好友来北埔走一遭吧，拜拜。